来看这诈骗集团的头壳实在是动了有够紧，趁这股市起起落落，就利用股票来诈骗。有民众是去互推销也未就市的股票，车手就摕假股票去交货。也有这诈骗集团是假做投资顾问，摕假资料骗人签约。警方都提醒观众朋友，若是要投资，也是爱找正规的管道，才袂去互骗去。 他买股票，他投资股票，这么简单吗？高雄南门区分局的员警掠着车手，找到这张假的股票持有证明，原顶写着民众买了3000股，其实拢是假资料。顶个月民众互骗走37万，一礼拜股市大起大落，不法集团骗民众，搁再加钱，互压破这是假的。车手，等一下哦，你先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。 所以分局嘛发现伪装投顾人员提供假文件骗民众要签约投资，当咧面交现金互掠着。 提醒民众投资应采正当管道，尤其近来股市震荡幅度大，不管任何投资必有风险。凡宣称稳赚不赔、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，一定就是诈骗。清明连假了后，股市落了真侪诈骗集团嘛趁局势，以高报酬稳赚袂了的话术来骗民众。屏东伫高和嘛掠着投资诈骗，车手直接伫街仔路甲民众面交30万块。 正确的方式是你透过你的证券公司，然后是透过你的银行账户去扣款，而不是透过随便外部人跟你说我有一张股票可以买卖，它是真正应该是透过银行或者是证券公司。 警政署资料显示，投资诈骗是目前全国诈骗当中比例上悬的犯罪类型。专家提醒，正规投资股票需要开个人的银行，还有股票账户。高院嘛透过金管会稳准的接报结算所来保管着股票，而且会记录，未有纸本的资料，请民众要爱注意。公司新闻网络听陈汉坤高雄屏东报道。